今節講出四邊記50、15節，按樣講上帝交代，世愛禱告各愛，當然有苦衷之事，當然有問題不實之事，當然有煩惱之事，世愛用禱告各愛嘅講。愛未隔意撇走佢講，上帝講撇走咩意思？佢未加通才，佢未本自己力量，佢未本自己聰明智慧，對付一切一個痛苦，一個煩惱，然後佢講佢未榮耀你，那上帝是本寫出家，有問題有痛苦有不實有煩惱，世佢求佢，佢要看顧，一個通才要帶出家出呢個問題嘅路線。嗱，師父所說320一樣講，對於佢上帝做本自家10分多。所以是個論唔到嘅，是個想唔到嘅，是個心中度你冇變到嘅，你禱告冇禱告到嘅，佢能夠做本自家，佢能夠祝福自家，因為就是個上帝要用嘅才能，要個通才，佢看自家，佢寫自家，佢唔係自家電腦呢個苦衷問題，然後要如何出，佢個通才帶自家出一個問題，佢祝福自家，佢本自家平安，而俾自家心中你得到一個喜樂，因為到上帝寫自家，佢唔是離開過兄弟姊妹，那兄弟姊妹有問題有痛苦來到上帝嘅面前，在耶穌基督裡面，寫佢求佢，佢嘅通才，阿門。